近这个金马起大价，有人上空上芳咯。中华警方就接到饭店来报案，讲有一个男子摕一条3两2的金破链，要来转20万。头家想讲，最近金马这么贵，惊去收到假的，都用火雷烧来检测。果然，一个烧出着原形，这是一条镀金的假破链，马上报警抓人。 这条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。查某人摕这条金破链，摕去饭店要转，当场去互业者发现，这条唔是纯金的。那条后来烧很久才烧出来。业者收到这条金破链，随用火雷下，表面的迄层镀金随风烧掉。这条金包金的破链马上互掠包。姓陈的查某人，佫想要假做纯金，转20万。利用当铺人员不敢损坏客人典当物品的作业规范。 典当榨取财物。警方讲，这个姓陈的嫌犯，就是上阵当店，唔敢破坏人客要当的物品，都摕镀金的金破链去共骗。原因就是最近的金马价一直起，那去当之前都达新台票9190块。其他的当店业者讲，因为金马真贵，摕假黄金来骗的人是愈来愈多。哦，转甲愈落，哦，看就知啊。 哦，那字呢话伊就无共色啊。啊，我那起来唔互你录啊，硬到要断啊，你就反正讲收到假的。呀，唔敢收啊，惊收到假啊，因为即马金仔价绍遐好啊。当店的业者讲，收到纯金的商品，通常会先称重，然后用假洗礼，洗一个就知影敢有镀金，或者是用火雷烧。那较薄的烧落就知影敢有包银。 那较高技术啦，就爱烧较久。那当着无愿意接受检测的业者建议，就卖甲烧，较袂去收到假黄金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